大家好，呢一條片係講財政預算案2026年有關薪俸稅嘅懶人包。第一項就係寬減2526年課稅年度嘅薪俸稅稅款，每一宗個案嘅上限係3000蚊。如果已婚人士同配偶係合併評稅，寬減上限就係2人合共3000，就唔係6000。例子，如果你月入係19000蚊，而且每個月有供5% 嘅 MPF 啦，咁喺一個寬減之前呢，你需要交嘅稅款就係3076蚊。咁而家呢，寬減咗之後，你就只需要交76蚊。咁大家可以去返呢個網站嗰度計一計自己要交幾多稅。免稅額嘅調整就會由2026-27課稅年度起增加。大家望一望呢個表就可以比較到現時25-26年同埋之後26-27年嗰個分別嘅。咁最重要呢，就係個基本免稅額就會由132000增加到去145000，已婚人士嘅免稅額就會由264000增加到去29萬。咁子女免稅額同埋額外子女免稅額由13萬增加到去14萬。至於供養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嘅免稅額，如果年齡係60歲以上，或者係有資格拎政府嘅傷殘津貼計劃，咁就會由5萬增加到去55000。而年齡係55歲至到去59歲啦，就會由25000增加到去27500。咁額外免稅額呢，都係同樣嘅情況嘅。大家呢，就可以去返呢一個網站，撳返26-27年去計一計自己大概要交幾多稅。長者住宿照顧開支嘅調整。咁呢個調整呢，就會由現時嘅10萬蚊去增加到去11萬，咁就會係由26-27年課稅年度開始嘅。咁大家要留意返可容許扣除額，咁就係指有關課稅年度實質繳付俾院舍嘅住宿照顧開支。該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年滿60歲嘅該課稅年度照常適用。換言之呢，只要該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喺2026年4月1號至到去2027年3月31號期間滿60歲呢，咁就可以扣11萬。可獲扣除嘅款額只包括提供照顧嘅費用，至於醫藥費由院舍代支付並獲得付還嘅私人費用係不獲扣除。延長申索初生子女額外免稅額嘅時間，咁個時間就會由1年增至2年，由2026-27課稅年度起，喺每名子女出世之後嘅頭2年，納稅人可就該名子女享有雙倍免稅額，即係28萬，以建議子女免稅額14萬元計算。措施適用於該課稅年度末所有未滿2歲嘅子女，即係所有喺2025年4月1號或之後出生嘅子女。問題1：我嘅仔喺2025年3月31號出世，我可唔可以申請額外子女免稅額？咁你可以呢，就你初生嘅兒子申請2024-25年課稅年度嘅額外子女免稅額。初生子女可享額外免稅額嘅時間由1年延長到去2年嘅建議，只適用於2026-27及其後嘅課稅年度及於該課稅年度末所有未滿2歲嘅子女，即係適用於2025年4月1號或之後出生嘅子女。咁所以呢，喺26-27年課稅年度末，你嘅仔呢就已經滿咗2歲，
咁所以呢個措施就係不適用於你個仔嘅。問題二，我嘅女係25年4月1號出生，咁我可唔可以申請額外子女免稅額？答案就係可以申請2526課稅年度嘅額外子女免稅額。由於你嘅女喺2627年課稅年度末係未滿2歲，咁只要個相關嘅法例通過咗之後呢，你就可以就你個女申請2627年課稅年度嘅額外子女免稅額。大家呢可以參考翻呢一個 IRD Tax Budget 網頁，同埋去翻 eTax Service Tax Computation 呢個網站去計一計自己喺2526同埋2627年度大概要交幾多稅。